又过到年底啊，人力银行的调查呢，讲今年这劳工的年薪统计平均是80多万，也那另外呢，做半导体的呢，一档是赚有103万外，也阁有一寡做不动产中人的，因为受到这个新青安政策的影响，今年是一档赚到152万外。另外呢，明年到底敢有法度来调薪水呢？即马根据统计是有将近50成的企业可能会调，平均呢是会调3.2%。如果到年尾啊，大家拢伫咧关心年终奖金要哪分，员工一年的辛苦是毋是咱有正面的回应？有人力银行调查显示，今年整体年薪平均是80.2万，年终的部分平均是1.12个月，比去年比是小可增加0.04个月，但是其中有11.2%的企业年终奖金比去年较少。这些企业大部分都集中在民生消费产业，还有像餐饮服务业。那它在整体台湾的就业市场上面，他们就本来就属于年薪比较低的企业，他们要进驻那种高薪的水准，其实必须要靠其他的奖金、福利，还有创意的休假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年薪总计前3名，依然是以半导体业第一，平均年薪是103.5万；电信加通信业是95.1万；卫瑞、纺织品制造业是94.6万。另外，伫咧非工程职务部分，因为业绩带动高年薪的行业，正如是新青安政策带动房市转列的不动产经纪人，年薪就到152.1万。申请专利的专利师是110.3万，也有汽车销售加通路开发人员，年薪也拢超过100万。因那明年有67.5%的股份会计法律业会调薪4.1%，超过4成的电信通信加制造业会调薪3.8%。另外，伫咧半导体业、大数产业业加营建业，估计调薪幅度会超过3%。餐饮业是不是就能够调薪？很多的连锁假使它生意好的，相对的它不是调薪了，它那要薪资吸引人。人力银行讲，虽然景气行出谷底回升，但是唔是所有的产业拢变好，以后的薪资结构恐惊也是 M 型化的差距，要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